本人支持通過2025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係有助推動香港進一步邁向智慧城市，提升公共服務效率，並為市民係帶來實際嘅便利。現行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例，即係第 374B 章，自訂立以來主要以實體形式發出各種嘅駕駛執照。但係隨着科技進步與市民使用智能手機日益普及，實體執照所帶來嘅不便亦都係日益顯現。例如過膠卡片係容易損毀、起皺甚至係遺失，尤其對於經常需要出示駕駛執照嘅商用司機同埋駕駛教師等係更為困擾。同時，現行條文係規定駕駛人士需要隨身攜帶駕駛執照，並須於執法人員要求下係即時出示，令到實體執照嘅保存同埋攜帶就成為一項嘅負擔。而喺數字化浪潮之下，推行電子駕駛執照，既可減少對實體文件嘅依賴，亦都有助提升政府服務嘅效率。因此，政府提出咗修訂道路交通條例及相關嘅法例，推行電子駕駛執照制度，實屬因時制宜，回應咗社會需求嘅舉措。條例草案主要包含以下三大內容：其一係准許喺某啲情況下係出示駕駛執照或駕駛教師執照嘅電子程式代替實體執照。新法例生效之後，當駕駛執照持有人係被要求出示執照以供查閱嘅時候係可以選擇出示電子駕駛執照。但係電子駕駛執照就必須透過政府指定嘅電子平台展示，展示方式亦都需讓獲授權嘅人員能夠係閱讀佢所在嘅資料，並且方便掃描流動裝置上顯示嘅二維碼。當局明確指出，電子駕駛執照係一個補充嘅形式，並非取代實體版本。考慮到部分市民或者未有智能手機或者對電子工具唔熟悉，雙軌並行嘅安排能夠確保措施具有包容性。喺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本人曾經要求政府官員澄清，喺某啲情況之下，例如駕駛者手機有問題，展示唔到執照，喺現場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證實佢持有正式嘅駕駛執照呢？政府代表回應嘅時候確認，如果警務人員喺當局嘅電腦系統終端能夠證實到該駕駛者有妥當嘅駕駛執照，就可能網開一面。但係當然就需要根據現場實際嘅環境嚟作出判斷。其二，條例草案建議將偽造電子駕駛執照或電子駕駛教師嘅執照納入《道路交通條例》第111條，列為刑事罪行，最高可處第3級罰款，即係1萬蚊及監禁3年，與偽造實體執照嘅刑罰看齊。喺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本人曾經向政府當局表達過困惑。我知道可處第3級罰款及監禁3年係舊有嘅條文，當局呢次冇修改。不過罰款1萬元及監禁3年似乎不太成比例。當局有冇考慮過呢個罰則嘅合理性呢？政府代表回應嘅時候表示，其他條例亦都有類似嘅3級罰款加上3年監禁嘅罰則，亦都冇一個既定規則講明多少級嘅罰款對稱多少年嘅監禁。我始終對呢個解釋係感到不滿意嘅。現有法例中存在嘅上述情況都令我哋懷疑佢嘅相稱性是否做得好，值得當局進一步認真思考並且檢討。其三，條例草案建議賦權運輸署署長指明供展示電子駕駛執照嘅電子平台，初期將透過運輸署開發嘅手機應用程式展示，但係用戶需要登入智方便或者係運輸署嘅牌證二平台帳戶去認證身份，方可以使用。主席，條例草案順應科技發展及市民訴求，為大約
250萬名駕駛執照持有人呢，係提供多一個選擇，既方便亦都具彈性。此舉係配合政府發展智慧城市嘅政策方向，亦都可以提升行政效率。本人認同政府採取雙軌並行嘅推行策略，既引入創新科技，亦都照顧不同年齡層同埋數碼能力嘅市民，避免一刀切。本人更加期望政府喺實施階段呢，根據實際需要持續優化系統設計。我亦都促請政府喺推行初期，一方面係應該加強宣傳同埋教育，讓市民大眾明白使用電子駕駛執照嘅正確方法同埋法律責任，防範濫用嘅情況。另一方面呢，係應該係制定清晰嘅執法指引，係確保執法人員喺執行職務時呢，係會兼顧法理情嘅考慮。當駕駛者因某種原因未能通過手機應用程式出示佢電子駕駛執照嘅時候呢，警務人員呢係應該考慮有關人士是否有合理解釋，並且按實際情況係相應彈性處理，係零寬勿嚴，讓市民對於新法例能夠有一段合理嘅適應期。主席，為咗使到電子駕駛執照係更加完善呢，本人呢仲有下列係幾點嘅建議嘅。首先呢，喺確保資訊安全嘅前提之下，政府當局應該重新考慮是否允許截圖，以便市民利用電子駕駛執照呢係作其他用途，例如供網上辦理車輛登記等。既然電子駕駛執照係具備實時動態二維碼，亦都能夠顯示日期同埋時間，相信係可以有效防止偽造嘅。其次，為咗避免不同應用程式同埋平台喺功能同埋服務上出現重疊，政府當局應該考慮整合各個相關嘅程式為單一平台，例如電子駕駛執照嘅應用程式整合到運輸署嘅牌證二平台，甚至應該探討將駕駛執照整合到香港智能身份證晶片，落實一證通辦嘅一站式證照服務。此外，政府當局應該係制定實施駕駛執照全面無紙化嘅時間表同埋配套措施，以便分階段淘汰實體駕駛執照，從而進一步優化資源運用同埋增加環保效益，最終推動香港落實更加便捷嘅智慧交通同埋電子政府服務。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通過《2025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